Hello，大家好，我係車淑梅啊。而家就等我哋一齊嚟睇下點樣喺 AVS 嘅賣旗網站開設專屬電子旗袋啦。首先要登入 AVS 嘅賣旗日網站先，就撳最頂嘅成為線上賣旗義工。click 咗入去之後，就填寫你嘅個人資料，包括姓名、顯示名稱、電郵同埋密碼。記住，密碼需要8位數字，當中包括一個大加英文字母、一個細加英文字母、一個數字同埋一個符號嘅。最後就要選擇義工類別啦，可以個人啦，又或者係團體嘅組別嚟登記嘅喎。要留意啊，提醒你嘅支持者要輸入你嘅正確團體名稱，咁先可以計算到入去同一個團隊籌款額，同埋爭取成為最強動員力嘅團隊嘅。另外，如果以香港義工團嘅會員身份輸入會員號碼嘅話，亦都會視作個人組別嚟計算嘅。記住啦，喺揀選頭像或者上載個人相片之後撳登記，就差不多完成㗎啦。之後入返啱你所登記嘅電郵，開啟由 AVS 系統發出俾你嘅電郵，撳個確認掣就完成登記嘅步驟㗎啦。之後去返 AVS 賣旗日網站，打返你已登記嘅電郵同埋密碼，就可以進入你嘅專屬電子旗袋。而喺個人檔案入邊咧，係有連結可以 share 嘅，只要按分享就可以揀社交平台，進入各大嘅平台之後咧，可以輸入你想講嘅嘢啦，呼籲嘅文字啦，俾你啲親朋戚友，咁就 OK 㗎啦。提下你 WhatsApp 上邊 AVS 嘅預設文字啊，你可以自己修改又或者簡化㗎噃。而撳支持我的善長就可以睇到有邊一位捐咗錢落去你嘅專屬旗袋嘅啦。快啲開返個電子旗袋，幫 AVS 籌集善款，多謝晒你！